大家好，我是迄个瑞士台语社的 Cassie。阮今仔日来到即个瑞士的即条山，就是即个巧克力岛即条山，伊叫做马特洪峰。即个所在就是叫做马特，啊，即条山就叫做马特洪峰。伊偌悬咧？伊有4478公尺 ，yes！ 就是今仔天气真好，所以咧，阮就是带囡仔来遮爬山。啊，搁你看，大家迄个瑞士人，因就是穿底底裤安尼，因就是迄个铁基路坐火车坐到上顶悬即站的叫做古能轨，即站的时阵，因就为遮安尼行落去。为遮行落去，安尼，遮风景真水，啊，搁有迄个冰河，就是冰河吧，应该是安尼讲，嘿，非常的水，大家有机会一定爱来行行的看卖。啊，搁有咧，一定爱炸即个巧克力岛。好，就是安尼，多谢。